继续来看总统的选战，民众党的郭文哲今仔日去访问日本，头一站就去东京的妈祖庙。重点是，这间妈祖庙的董事长詹德芬，也就是伫咧关东的赖清德后援会顾问，伊算是全程亲身来接待郭文哲，甚至阁画出郭文哲当选。牛步条画加油，邀民众大花总统府来支持。这是早起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启程出访日本，要展开5天的拜会行程。这也是头一摆甲夫人陈佩琪到店来出访。郭文哲强调，此行比较访问美国行程，会拜会国会、行政部门，也有地考这部门。这场到日本听比讲更加重要。听比说重要了，你怎么要知道说他们在想什么？像去美国，大部分的时间是很认真在听他们的。出门多听嘛，少说。郭文哲表示，见什么人无重要，实际执行部门有联络关系较重要。另外，外团这摆会见到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，郭文哲无正面来回应。到日本了后，随即直接到东京妈祖庙。看完者！大花当选妈祖庙董事长，正是关东省内台湾基委会顾问郭文哲，我该赖清德意味真高。尤其是我们妈祖庙每一位来的人，我们都非常的支持。所以要问我是哪一位的话，那就我投票那一天我才知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